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很有名，叫阿信，日本的那个阿信。然后我们家每天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看阿信。那我阿婆也很喜欢那个阿信这个电视剧，他们应该觉得我就是他。对，而且那时候电视台还做了一个企划，就是征集大家的故事。那阿婆是很多嘞，阿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念小学3、4年级，然后阿婆就跟我讲说，阿婆没写诗啊，你来那来写爱故事，俺娘你来写。阿婆是按用那来讲，俺是讲爱长墨因为想到要写好多字，很小嘛，那时候很多字都还用注音写，然后我就不要。阿婆就很落寞嘛，表情就很落寞。然后我表妹是跟我其实是一样大，差我几个月，但我们2个是同班同学这样。然后表妹就看到阿婆很落寞，就说：“阿婆，我们旁来让你写，我来帮你写这样。然后她就真的就拿那个日历我还记得那个日历的背面，阿婆念一句，我表妹就写一句。但是因为小朋友就是也没有定性嘛。然后我阿婆等一下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所以那个故事就可能只有一个小小的开头。阿婆就讲从她以前在山上做养女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讲了那个开头，但是可能没有写完。然后这是我3、4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可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。然后一直到我长大，然后写了那么多书，我就发现，像我写了阿公啊，写了爸爸，写了妈妈，他们都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的移动。阿公去了越南，爸爸去了山上，妈妈去了台北，北漂嘛的女性。那我就想，像我阿婆这样一辈子，她都为了家人守在家里这样子，那她的故事又是怎么样？所以我就开始当我想到我想要写阿婆的故事，我就想到小时候看阿信，阿婆叫我帮他写下来。哇，这开头太棒了。